Hello，你哋大家好，我高興有嚟 C Channel。咁琴晚咧，我就坐喺電視前面咧，就非常之震驚嘅。見到個新聞咧，係講關於咧非法移民嘅報道啊。網絡中咧常見嘅運作方式咧，就係用成立大量嘅公司。表面上呢啲公司咧，可能係建築公司啦、清潔公司啦、餐飲公司啦、物流公司啦，或者係需要聘請大量工人嘅工業嚟。實際上咧，部分嘅公司咧根本係冇真正嘅業務啦，或者係咧少量咧係正常營運嘅。咁當文件咧表面咧係上面齊全晒啦，咁佢哋咧就可能製造工作合約啦、出糧記錄啦、社會保障供款嘅記錄啦，從而咧證明咧某個移民人士咧喺葡萄牙有工作、有收入、有經濟嘅活動。申請人咧就可以資料咧去申請或者係更新佢嘅居留證。但係呢份工咧根本唔存在啦。咁當然啦，嗰個移民人士咧俾咗錢呢啲公司咧喺佢做呢個操守啦。公司咧未必需要真正需要呢個僱主嘅，公司都未必需要呢個僱員啦。而呢個僱員咧未必真係咧為公司工作嘅，咁可能咧做緊啲黑市嘅工作啦。甚至咧有啲申請人士咧係自己俾錢僱主啦，咁要求佢做一份工作合約。句話嚟講咧，本來應該由僱主咧支付咧人工俾僱員，變咗咧係僱員咧俾錢僱主，就購買一份合工作證明。而呢個制度咧最容易被濫用嘅地方嚟嘅，政府部門咧睇到嘅咧可能只係一份合約啦，咁咧張糧單啦，同埋個社會保障號碼。咁而文件咧正後背後咧有冇工作咧，咁係需要非常之大嘅資料去調查。一張葡萄牙嘅居留證咧，其實咧對於好多亞洲或者非洲嘅國家嘅人士嚟講咧係好有價值。有咗葡萄牙居留身份咧，就可以合法居住同埋工作啦，仲有機會咧符合條件咧申請家庭團聚，甚至咧日後咧申請永久居留嘅同埋國籍。一張咧居留證有咁有價值咧，就變成商品啦、醫療啦、其他好多嘅唔同嘅福利嘅喎。有人收錢安排合作工。有人收錢咧安排工作合約啦，有人收錢咧提供地址啦，有人安排社會保障登記啦，亦有人協助成立公司或者準備文件嘅。每一個步驟咧都可以收費，申請人咧可能喺原居地咧已經借咗大筆錢啦，支付中介費啦、機票費同文件費嘅喎。嚟到葡萄牙之後咧，就發現咧所謂嘅工作咧根本不存在，咁或者係人工遠低原先嘅承諾，咁或者咧佢人工咧係被嗰啲蛇頭咧就沒收咗，咁啊只係咧得到好少嘅人工啦，咁啊而咧住嘅地方咧又非常之差劣嘅，咁啊又驚佢哋咧失去咗居留身份，又唔敢報警，都唔敢離開安排佢哋工作嘅人，一直認為咧非法移民嘅網絡咧唔單止一個係邊境管理咁簡單啊，一個剝削嘅問題啦。佢哋好似係幫人嚟緊歐洲咁其實咧係咪幫人咧？實際上咧係利用啲移民最脆弱、最無助嘅時候咧，從中咧就係賺取暴利。好多時候咧可疑嘅資金咧係變咗係賄賂嘅指控。今次報道最震驚嘅咧係記者咧就秘密入咗場會議，會議由一個萬加拉嘅人做主導啦，就當事人咧就係涉及咧可疑資金啦，涉及咧是同一個女商人咧提供咧不當嘅利益。報道指出咧有關資金咧懷疑經過公司或者其他咧渠道咧係進行處理嘅，呢一點咧就好嚴重啦。觀眾亦都要注意咧，目前公開嘅資料咧只不過係去傳媒去調查嘅啫嚇。咁究竟咧資金來源係邊度咧？涉及邊一個部門咧？邊一個公司咧？當事人咧有冇真正犯罪咧？最終都係需要由警方調查，咁啊同埋咧法院調查去證實嘅嚇。我哋唔應該咧單憑一段剪輯咧就判斷一個人係定罪嘅。但係如果報道所拍攝嘅情況咧係屬實嘅話咧，呢個問題咧已經唔係再係幾份假合約㗎啦。咁咪涉及咧洗黑錢啦、詐騙啦、偽造文件啦、非法協助移民啦，甚至貪污同埋賄賂嘅嚇。而一個普通申請人咧，其實根本咧冇咁嘅能力咧，自己建立一個咁複雜嘅系統嘅。長期以來咧有個規模嘅網絡啦，背後咧需要成立公司啦、處理會計啦、申請稅項啦、製造合約啦、熟悉移民程序嘅人參與喎。我聽到依家咧有好多人咧係例如律師啊、移民律師啊、或者係會計啊呢啲人咧都可以幫手㗎嚇。係咧當其時咧嗰陣時就申請數量啦係即係日逐嘅增加啦。文件未完整嘅人士咧有機會咧入到個就合法嘅制度嘅，出發點咧未必係壞，而咧政府人手部門咧就調查能力不足啦，制度就變成咧文件批核啦，咁就求其咁不停咁睇，不停咁 scan，只要申請人咧提供到啲文件咧，佢哋就好
魯莽咁去 check 呢啲文件嘅話咧，部門咧未必有資源咧逐一逐間公司去查，咁啊工作關係係咪真實，人工有冇真正咁支付，都非常之難查。IMA 面對大量嘅積壓個案咧，工作人員咧主要任務咧係處理文件同埋加快審批。呢一種環境之下咧，公司假合約咧同埋假住址咧嘅更加容易咧混入真正嘅申請之中。更加嚴重嘅係咧，合法申請人咧需要咧幾個月同埋幾年。呢啲真正有工作、有交稅、有家庭、有租約，甚至嘅文件咧一直都未被處理嚇。另外一方面咧，熟悉制度漏洞嘅中介咧，可以咧係大量製造咧格式完整嘅申請嘅。咁呢啲反而咧對守法嘅申請人咧非常之唔公平。呢啲資料咧出咗嚟咧，其實我哋咧應該點樣可以咧再進一步下一步咧？我有啲咩建議咧？其實咧第一咧，政府應該咧就係加強咧核實咧佢大量外國工人嘅新公司。咁啊，尤其是咧成立時間短啦，冇明顯收入啦，亦都突然間咧申報大量僱員嘅公司啊。第二咧要核實人工咧係咪真正係被公司支付嘅。咁啊，員工咧先將啲錢交俾公司啦，咁啊而由公司咧製出咧出糧嘅記錄。咁第三咧，IMA 咧移民局咧社會保障局啦、勞工監察部同埋警方入邊咧應該有效咧去分享呢個資料。一間公司向社會保障咧申請幾十個人，咁啊而報稅咧收入極低嘅話咧，呢個本身已經係一個警號啦。第四啦，要保護咧願意舉報嘅移民。咁啊有好多受害者咧唔敢報警啦，咁啊亦都怕咧失去咗身份或者被遣返嘅。如果政府咧唔提供安全嘅渠道報道咧，咁就受害人咧只會繼續受控制。第五咧，調查咧唔可以針對最底層嘅人士，有真正賺最多錢嘅，尤其是中介啦、公司負責人啦、文件安排者咧，同埋協助資金流動嘅人。第六，申請一旦正式被拒咧，政府應該有清晰嘅後續，咁佢哋去邊咧嚇？應該上訴嘅人咧就俾人上訴，如果要補文件咧就俾人補文件，如果唔係咧佢哋真係咧最好要遣返啦嚇。今日咧咁咧就真係咧，其實呢啲嘅問題咧係非常之大啊，龐大嘅工作量啦，亦都我覺得咧報道話政府咧係冇咁嘅資源咧去解決嘅暫時。最近咧呢個非常之爭議性嘅問題啦，就越嚟越多移民啦，咁嘅人士就最近有百幾個人士咧去到 IMA 面前咧示威嘅，包括咧孟加拉啦、印度啦、尼泊爾同巴基斯坦嘅人士咧就去到 IMA 門口咧就示威，佢哋嗰叫咧我哋全部都係合法嘅，人人都有平等權利，唔好再等啦，居留權咧俾晒所有人嘅口號。示威者表示咧，部分人士咧已經喺葡萄牙咧生活啦、交緊稅啦、工作一段時間啦，亦都俾緊咧社會保障，即係 social security 嘅居留咧申請仍然被拒，或者長時間咧收唔到咧 IMA 嘅回覆。有啲人咧因為咧性命出現咧新根嘅資料嘅系統啦，咁咧即係咧 SIS 嘅警方嘅名單入邊咧，而無法咧係取得咧葡萄牙嘅居留嘅身份嘅。呢個咧已經變咗係一個非常之值得討論嘅問題啦。究竟咧一個人咧喺葡萄牙工作交稅啦，其實咧係咪就代表咧政府一定要咧俾佢居留權咧？咁啊或者係所謂嘅 resident card 咧？如果一個申請人咧無法證明咧係合法入境啦，提交嘅工作合約有問題啦，文件不齊啦，資料前後咧不一致嘅話咧，咁其實咧懷疑係使用咧偽造文件啦。政府咧亦都係咪應該咧，因為佢已經喺葡萄牙有一段時間咧，就批准佢嘅申請咧？呢個咧正正係喺葡萄牙移民政策嘅最大嘅矛盾嚟嘅。一方面咧，移民團體認為咧，就部分申請人咧已經喺葡萄牙工作多年啦，咁亦唔到工作啦、交稅啦、建立家庭啦，而政府咧唔應該突然間將佢拒諸門外嘅。另外一方面咧，政府亦都認為咧，嗰個社會保障供款咧，即係 social security 咧，唔代表申請人一定符合所謂嘅居留權嘅。如果入境方式咧、身份文件啦、住址證明啦、或者工作證咧係有存在問題嘅話咧，IMA 可以咧拒絕入境嘅。咁根據咧2025年嘅公布嘅數字嚟講咧，葡萄牙已經曾經有咧23000個居留申請咧係被拒噶啦。咁啊，而其後嘅公布拒絕嘅數字咧更加增加到咧34000宗嘅吓。咁接近咧每5宗已經處理嘅申請咧係有1宗被拒啊。咁啊，當中咧印度嘅公民咧係被拒嘅個案最多啦，超過咧係13000宗嘅。咁啊，孟加拉嘅公民咧有3700幾個宗，而包括咧尼泊爾啦、巴基斯坦嘅申請嘅。
大家要注意呢啲數字咧唔代表3萬幾人咧都提供緊假文件嘅嚇。拒絕嘅原因有好多啦，例如咧文件缺乏啦，未能證明咧入合法入境啦，工作或者住址證明咧係不符啦，或者咧係曾經咧受過其他申根嘅國家拒絕，或者涉及咧法律嘅問題。而個別咧係經過調查啦，證實咧使用咧有啲係用假文件啦、工作文件啦，尤其是工作合約啦、假公司啦，咁啊假嘅銀行嘅住址啦、假嘅偽造，即係總之好多偽造文件都通通都有嘅。另外一個令人質疑嘅地方咧就係申請咗被拒之後咧，政府咧究竟有冇執行咧離境嘅命令咧？咁其實佢哋有冇走嘅咧？係冇嘅咯。咁如果佢哋離唔到境嘅話咧，咁就當事人咧唔會係被強制遣返嘅，而所謂嘅自願離境通知嘅。咁當事人咧仍然可以咧提出咧補充佢嘅資料、行政上訴或者係司法上訴嘅。但係咧好多時候司法上訴咧都告唔入㗎啦，其實咧都係告不成嘅。佢哋只不過咧係非法咁逗留喺葡萄牙，底下等緊下一次機會嘅。因為報道咧指出咧呢啲人咧佢哋只會係揾嚟其他國家喺申根嘅國家度搬走嘅啫。佢絕對唔會翻去自己國家嘅。呢個條片咧，大家睇到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咧，好多公司咧都係假嘅。咁佢哋開啲假公司啦，然之後咧做一啲假嘅租約啦，或者做一啲假嘅工作文件啦，俾呢啲人士啦。而呢啲人士咧係俾咗好多錢咧，係或者偷渡啦，或者用正當途徑過嚟啦。第二咧，用啲假嘅文件咧嘅途徑咧去暫時咧住喺呢個國家啦。咁好多時候咧都係冇一個真正嘅身份嘅。唔知大家咧對呢一個咧事態咧咁嚴重嘅情況點睇咧？其實咧究竟係公唔公平啊？你覺得咧你如果做黃金簽證啊，或者做 D7啊過嚟葡萄牙咧，佢咁樣合法嘅移民咁O 唔 OK 咧？定係呢啲唔合法嘅移民咧？係用咗唔好嘅途徑咧？其實佢哋可唔可以咧有權咁停留喺呢個國家咧？咁呢個大家咧都可以討論嘅。如果有興趣嘅話咧，你喺樓下咧可以做個 comment，俾個 like，俾個留言。大家好踴躍咧，可以俾一個意見我哋。再見。